有冇中意買樣板間嘅朋友啊？大家好啊！呢個168方嘅樣板房咧，發展商啊，終於都攞出嚟賣啦嚇。南北對流一個戶型啦，168方做咗個大3房嘅設計。呢邊係一個餐廳啊，餐邊櫃呢啲咧都係已經係做好咗噶啦，直接攞啲衣物啊就可以拎包入住噶啦。包括我哋廚房所睇到嘅都係交付俾你噶啦，入邊嘅嗰啲冰箱啊，嗰啲即係嗰啲散件啊，都係唔拎走噶啦，直接係可以拎包入住噶啦嚇。OK， 今日我哋咧就一鏡到底啊，將呢個樣板間啦，亦都係你未來嘅新居啊，睇晒嚇。入門口嘅位置2梯2戶嘅嚇，全屋嘅中央空調都係做好咗噶啦，包括電視嘅背景板啊，電視都係交付俾你嘅。然後咧，我哋睇一睇我哋南向嘅一個生活陽台啦，亦都係主陽台。開間啊係2米幾嘅開間啊，長度咧接近6米幾嘅嚇。跟住咧就睇小區內園嘅，非常之安靜嘅嚇呢個位置。OK， 跟住鏡頭咧就繼續睇樓啦。168方原來係4房嘅，依家改咗大3房個設計。咁跟住過嚟咧，呢度係我哋嘅公衞啦。咁跟住嚟第一個房間，呢間房間咧係非常之舒服嘅嚇，睇小區內園嗰個樹頂位置。我哋所在係3樓嗰個樓層啦，採光都係非常之 OK 嘅，包括入邊嘅櫃啦，全部都係訂製好噶啦，直接收拾啲衣物咧，搞下衞生就可以入住噶啦。咁跟住過嚟咧，第2間房間啦，2間套房嗰個設計。呢個房間咧，佢景色啊同頭先嗰間係一樣嘅，都係睇小區內園啊。非常之安靜，而且係小區非常之舒適嘅一個小區嚟嘅。包括呢個房咧，衣櫃都係做好咗噶啦，亦都有個套房喺入邊嘅。最後睇一睇我哋嘅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咧係原先係2間房嘅設計嚇，先從右手邊睇起，做咗個大嘅衣帽間啦。原先呢度係一個房間嚟嘅，咁發展商咧係做咗個3房加個大衣帽間嘅個交標俾你哋嘅。咁跟住呢度就休息區啦，呢邊都係睇小區內園嗰個景色。咁跟住最後睇一睇你哋嘅主套間啦，主套間係非常之靚嘅嚇。有4個分段啦，洗漱台啦、淋浴區啦、馬桶，包括我哋嘅浴缸啊，都係一個交俾你嘅一個狀態嘅。直接咧買落就可以攞到鎖匙拎包入住噶啦。如果對呢個樣板房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後台啲話子嘅，中山買樓話子幫你手。